前往茨城縣嘅交通方法。今次我會首先去茨城嘅水戶，而水戶就係縣廳所在地。由東京前往水戶非常方便，乘搭常陸號或上盤號特急列車，只需要大約1小時15分就可以到達，車費大約4000日元。如果你持有 JR 東京廣域周遊券或者 JR 東日本周遊券，呢條路線亦包含在內，可無限次免費搭乘。水戶係茨城縣內人口最多、規模最大嘅城市，亦係茨城縣嘅縣廳所在地。如果計劃2日1夜小旅行，可以選擇住喺水戶站附近嘅酒店。關於酒店開箱，我會留到片尾先介紹。第一站先去一個秋天必訪嘅景點——茨城縣立歷史館、舊水海道小學校舍本館。呢度係歷史愛好者同攝影迷嘅秋日絕佳去處。交通方式由 JR 水戶站北口搭巴士，大約25分鐘，係歷史館佳樂園前站落車。落車地方就係縣立歷史館嘅入口。我今日踏足茨城縣啦，我哋今日呢嚟呢個景點就係茨城嘅縣立歷史館啦。入面有咩睇？行入去睇下先。呢個就係個地圖啦。咁呢度呢講解到呢有呢一個舊茂木家住宅、水車小屋、茶室，亦都係鄰近呢一個佳樂園嘅。咁而家我所處嘅位置呢，就係舊水海道小學本館，即係邊度啊？就係呢度。呢度最吸引人嘅係嗰幾棟明治時期嘅木造建物，配搭銀杏並木道，係一個好好嘅打卡點。我去嘅時候，呢度嘅銀杏冇山形嗰邊咁金黃，11月中至尾應該會靚好多。另外，歷史館外觀係由圓形石造，地磚覆面，相當特別。館內係介紹以水戶德川家為軸心，展示茨城縣自石器時代到當代歷史文物。對比起陌生嘅歷史文物，更吸引我嘅係園內嘅舊水海道小學館校本館，建於明治14年，係縣內唯一完整保存至今嘅明治時期洋風建築，已經被列入國家重要文化財。呢座建於1885年嘅西式木造校舍，本身就係一件藝術品。每到秋天，建築前廣場嘅銀杏樹會轉為璀璨嘅金黃色，與紅磚基座、白色木造建築形成一幅絕美嘅對比畫卷。落葉鋪成嘅金色地氈浪漫無比，係關東地區數一數二嘅銀杏名所。行完歷史館，亦都唔好錯過旁邊嘅佳樂園。佳樂園由水戶藩第9代藩主德川齊昭下令建造，旨在與民同樂，因此對公眾開放。入園就320yen。呢度就係浩文亭表門，入去呢，好似就係一個竹林咁樣。園內以好文亭茶室同千波湖嘅景色最為著名。呢度呢有介紹呢個好文亭，佢話呢係一個木造嘅雙層3層樓建築。咁但係呢，如果你需要入去嘅話呢，係要俾多230 yen 嘅。嗱，呢一棟呢就係嗰棟古舊嘅建築啦。近近地呢，呢度呢都仲有入邊嗰個好文亭嗰個 building 影到㗎。作為日本3大名園之一，佳樂園係春天不容錯過嘅景點。每年春天2月下旬至3月下旬，園內擁有約100種、3000株嘅梅樹，係關東地區最大嘅梅林。梅花盛開時，紅白粉交錯，香氣襲人，場面極為壯觀。秋天時，好文亭前嘅銀杏並木，落葉鋪成金色地氈，令人驚艷。不過我去嘅當日秋色未濃，所以冇逗留太耐。呢啲咪就係日式叢林咯。呢度呢有名堂嘅喎，呢棵嘢，呢個呢叫做仙翼台啊，係一個可以望千波湖嘅高台。哦，原來呢個湖真係千波湖啊！咁我睇下可唔可以行到過去千波湖啊？如果大家呢選擇去佳樂園站過嚟佳樂園嘅話呢，你會先喺呢一個大鳥居行上去，
跟住再左轉就去到佳樂園噶啦。依家上去直上呢，就係嗰個上盤神社咯。Much later。今日帶大家去國營常綠海濱公園，無論你係從上野或者水戶前往，只要乘坐 JR 常盤線特急列車到聖田站，再由聖田站東口轉坐巴士，車程大約15到20分鐘就會抵達公園西口或南口。呢度就係日立海濱公園嘅西口，我哋頭先都喺聖田站呢搭咗15至20分鐘車就嚟到呢度啦。咁如果我哋要睇粉蝶花，或者係我哋依家希望睇到嘅國旗啊，即係波波草，我哋就要喺西口呢度落車嘅。你而家遠遠見到藍色嗰啲屋仔嗰度呢，就係買門券嘅地方。我哋而家向嗰個方向進發。呢個公園最出名嘅兩種花，而家睇得唔係太清楚，我拍片正。入園門票大人要800 yen， 如果大家唔係喺粉蝶花或者掃把草花期嚟嘅話，門票係會平一半。不過嚟呢度大多數就係要睇漫山遍野嘅粉蝶花或者掃把草，門票貴少少，冇所謂啦。嗱，呢度呢，大家唔想行呢，就可以等呢一個巴士嘅西口。直行100米，周遊便羅呢班。好，呢個呢就係嗰個我哋而家坐緊呢架車啊！呢架車呢係去波波草嗰個公園噶。呢度個車頭搭完嗰架小火車呢，我哋就進入呢一個見晴之丘啦。依家眼見呢，我已經見到有波斯菊同埋有波波草噶啦。咁依家係側邊睇。咁我啊再行前少少，再拍俾大家睇下。嗱，呢啲就係園外嗰啲車啦。因為我哋而家咧順住呢個方向呢，就上去睇波波草。呢個規模呢，真係相當之大嘅，可以想象呢，如果全個山野咧都變成紅色咧，係幾咁壯觀。又或者喺粉蝶花嘅時候呢，全個山野係藍色，又會幾咁壯觀。返嚟水戶站就想介紹客站附近嘅住宿，其實同水戶站相連嘅酒店都唔少，而今次我選擇係南口出嚟，右手邊嘅呆畫 Roynet Hotel， 而 hotel 嘅對面，即係南口出嚟左手邊就有另一間 Hotel Terrace The Garden Mito。我哋今晚住呆畫 Hotel， 呢間係喺水戶站嘅912。咁啊，呆畫 Hotel 其實個格局都係差唔多噶啦，一入嚟就有呢一個掛衣嘅空間啦，下面係有一個行李架，貨你擺行李，同埋亦都有一次性嘅拖鞋提供。咁啊，行前少少就係有
一塊鏡同埋一個燙褲嘅。好，房間呢，喺日本嘅酒店嚟講呢，唔算細噶啦。咁你見到呢係有一張可以瞓到2個人嘅大床啊！我諗呢度係2米嘅床嚟嘅。咁啊有一個大電視啦，有一個 working area， 有張凳，有張台，而且呢呢度呢仲有一張圓凳同埋一張細細嘅 sofa。咁呢一間酒店呢，2024年翻新過，咁啊所以都會有 USB 嘅插座。望返嚟床呢個 area 就係咁啦。咁洗手間嗰方面係點呢？都係 standard， toilet bowl， 有呢一個沖涼嘅地方。酒店性價比都好高，我當時只需要9240 yen 就訂到。下次大家嚟水戶都可以考慮入住呢間酒店。今次介紹水戶嘅影片又完結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。